请问是湖东派出所吗？是的。我想来迁一下户口。哪个小区？欧典花园。带好结婚证、房产证、户口本、身份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儿子啊，年八三子，后口回了娘家了，事业重新办一办子，马上出发。哎呦，不对，想啥子？寒山叠对，我有个朋友在北门口等我了，是不是你呀？哎，你好，今天总算跟你碰头了，2班巡1班而已，144。看我先进去了啊！哎，不急，没事挪脱，现在继续出发。后东派出所单子，坐了海等监函，趁眼些辰光再来对资料：结婚证、房产证、2本户口簿、身份证。要25载，5分钟后口迁函站。接下来我要去办前日子打分办成功的第4桩事体。我要寻个么子中收看监站。这个价格在哪里啊？不是明码标价的哦，我看见了。哎呀，这么小啊，4999，能不能打折的？一口价？那有没有普通款的？跟那个4000多的有什么区别？那个是高端款，它是或者高端在哪里？进口的，1800，这个4900，差不多可以买2两半。这个是限量版，就是这里最贵的是吧？哦，这个都是皮的呢，有没有不满1天的？不能躺平的。这个400，这个2000，一部忙5部。婴儿睡的摇床这个呢？哦，我知道，小孩子一哭了，那他就摇了是吧？对，它这个板螺丝碾掉，这2个板装在这里，可以变一个小床，2190。那如果我2个一起买，能不能打折？一只床还是蛮憨，谁是不晓得三房间里包得了哇？板拿出来，1.15米乘70，现在再韩讲人家看看，好比3高。哟，那没高的一个讲。5600多，2班店对下来，基本上预算没在。螺丝考虑做台上，走去2辆车乘再决定。第4桩事体办好，接下来办第5桩，带银行打印单张单，办申根签证也用。所以讲输入眼比新冠病毒还要结棍，不管啥人碰上你，一输入也不可能转印。先带信业银行，哦哟，还要转去拿卡了。我如果凭着手机银行谁还办着？我再办关个辰光，谁一场白浪费脱。非去管理，先带隔壁个苏州银行来数数，苏州银行捞出来的根本非卡。接下来浙商银行捞海在，还用不到卡，我里带着海山新卡拿海。第2道一来着，总算捞出来着，为硬劲松绑只茶壶，真的不晓得算啥个一出。3家银行办好，马路浪向灯也开出来着，埃个里向点资料，侪是极其重要的个人隐私，代表个辣海签证官门前，就像坐台山脚身上的衣裳。分据店里一来着，复印户口更新过程，埃个上头除脱复印打印，就是没参考书个地方。埃点么子买走去，再大个用场，就是趁劲头毛脱。炉子里向带一圈浆糊，又会带一打，大动力蛮好的。新的户口簿印好，也是5块洋钿穿脱。事体办好，回到屋里拿馒头蒸一蒸，2只三笼，2只金桔，顺便回到上海分市的分店。凭良心讲，上趟子侬寄得来个锦小馒头对伐？我也觉着是小笼馒头，我就是侬嘴巴里向个阿缺西。三笼馒头，皮薄得不得了，金桔馒头。如果哪一年真来吃嘛，泥咚滑脱烂渣渣翻光我，样子看看差不多，蒸一蒸，3笼馒头18三3毫子，金桔馒头半来是娘搿个山，然后前不包了原理之一点，那还会服帖，那么还吃着。